歌剧魅影这个表演，应该也可以搬到你身上来实现吧？我可能会请孔哥来帮忙。我其实从来没有看过歌剧魅影。两位是歌剧魅影的粉丝吗？我是超级超级，我应该是整个 record 都可以从头到尾可以唱。我们好期待待会去大型卡拉 OK。对，真的一定会。每一个都会唱，每一首都会。所以我在百老汇已经看过了吗？我是在英国看的，对，第一次看是在英国看，然后好感动。那有哭出来吗？感动到飙泪？那时候应该有吧，就是那个好几个经典的那个我很想哭了，对。Think of me fondly 哦，没有，那些太多经典歌，好棒，真的好期待哦。对。大飞这是今天要不要讲一下现在怀孕大概几个月？但今天来看歌剧魅影算是养胎教的一个方式。我现在怀孕6个半月，然后我觉得其实胎教就是任何的，我在生活中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胎教，比如说游泳、运动、吃饭啊，其实等等都是已经在胎教里面。但是我唯一一个真的没办法做的就是唱很好听的歌，所以今天好期待。大费这次就是金马最佳女主角，闯到最后一关才输给方阿姨，对，所以粉丝非常的称赞。这次看歌剧魅影应该会成为你学习演技的一个养分之一吧？我觉得会，因为舞台剧、音乐剧其实是集结所有演艺工的这些专长，然后把它融会贯通。你还要像我这一次金马奖有唱歌嘛，我就想说，好，这就是我一个人生很大的那个打勾，因为我其实很想要挑战音乐剧或是舞台剧，然后就天哪，我在紧张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把第一句给稳稳的唱，哇，好难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生目标，然后自己也有很多要再继续学习、继续进修的部分，对，所以一切都是很棒的养分。Ella， 你能演能唱又能主持，谢谢。然后艾拉秀又这么的成功，所以有机会应该歌剧魅影这个表演，应该也可以搬到你身上来实现吧？我可能会请孔哥来帮忙。我其实从来没有看过歌剧魅影，我今天真的是来朝圣的。然后我对歌剧魅影印象最深的，真的就是孔哥模仿费翔，他模仿的还不是歌剧魅影哦，他模仿的是费翔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就很想来看看，就是对经典的本尊剧长什么样子。然后而且我老公其实曾经也看过，他也非常推荐我来看这样。所以今天就是来享受一下这个经典的表演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